吧，我愿闪现个红红汤，用点满阮所在。第二节来，全力无助，阴黄的味，成都徛起安息。上帝亲手教野通苦，罪我阮同胞。第三节咱来唱一摆哈，来。青山要为小情一切，这个又未现。你对永远就是上帝，孤灯不变无替。啊，因为咱即摆吼无圣经甲圣诗，咱是收起来，所以咱所有的歌词吼。啊，伫周报内底拢有吼，周报内底拢有吼。啊好，咱即摆来看回应的圣诗吼，184吼，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哦，这嘛是大家真熟的吼，来。好，来第一节哈。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我喜喜乐我，叫我比比小个的人，我个已经我，我要真正真心人就做，那清醒我苦。为敌的报仇，为报仇所交托伊的，为报仇的到彼日。哦，第二节来，耶稣阮的那位邀请，就莫的我心内，因为对神圣。心为平安主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千辛万苦为敌的报仇，为报仇所交托伊的，为报仇的到彼日。好。咱备万心来等待下面的礼拜。
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阿乐伊的名，用阿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拢阿乐你。这是来吟阿乐的圣诗，圣诗222首。上帝最愿代代帮赞，圣诗222首。会众请起立。上帝最我代代帮助，也最将来恩望。上边多烟红台，为地永远所在，专领我做英能的美。先多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脚堂空，最光稳当保护，圣山了未切做一切，年月要被现。地对永远就是上帝，不等无边无际。对你来看，虽然真理亲像过了一暝，是自己实在真的。希望你顾就给，光阴的过亲像大水，渐渐雨也流去。高庙富贵万人民望，实在拢是空空。上帝最愿代代帮助，多最将来恩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最愿永远问候。阿门。这时，咱用主教是咱的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照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时，咱嘛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愿你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春日伫天里。阮的入时，今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这是来启应。启应文18篇，诗篇67篇。咱看周报的第4页。启应文
18篇诗篇67篇3角来启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这是咱三甲亚头来感谢祈祷。至圣的阿爸爸上帝，这拢是出自你的恩典。愿古典教会众兄弟会当三甲自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来学罗你。为着你所享受过去这段时间的平安，来献上阮的感谢。天父上帝，伫过去这段时间，台湾人民拄着真济艰苦。会记你4月进前，台湾国欠水；5月疫情爆发，伫社区内面，肺炎病毒侵入侪人的身躯，有人因为安尼失去宝贵的性命。阮实在惊吓、忧闷，阮的生活嘛有真济受到限制甲改变。总是主，你实在疼台湾这片土地甲人民。当阮欠水的时，你赏赐够额的雨水予台湾；当阮面对疫情爆发的时，你赏赐气力，予政府拍拼，甲人民配合，予这个疫情得到真好的控制。即马注意风社嘛愈来愈侪人咯，会当保护社区甲整个国家的安全。阮实在感谢你的保护甲看顾。毋望社会面对即届疫情，会当体会一切拢是主你来看顾、来保守。嘛毋望社会经济会当一步一步，会当愈来愈好。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会当恢复以前的生活。天父上帝，教会嘛已经开始实体礼拜，嘛实体礼拜加上直播，互咱所有的兄弟会当照即卖规定，三甲自集你的圣殿来敬拜。嘛感谢所有同工会当互相来帮赞，彼此来服侍。主，阮感谢你。即时，我嘛要为着身体欠安、心情无平安的兄弟来祈祷，检查因身躯有病痛，无法度来到阮中间做伙敬拜你。总是主你的圣神，甲因伫底赏赐气力，亲身来医治，互因得到平安。即时，我嘛要甲主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因带，安尼恳求祈祷，拢是互最后所祈祷的名来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
困叫你听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这是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到第16节。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到第16节。我来强读。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那魂甲神、骨质甲骨髓，无毋刺入破开，心内遐个念头甲主意，也无毋监察。佮所创造的，伫伊的面前，无一项看捌，就是万米掀开露出，伫审判咱的面目前。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石头。上帝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就着接受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这石头，毋是袂体贴咱拢总的软弱，就是凡事偏偏有受气。若是无罪，所以咱着好胆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着稳定。最及时的帮赞，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搁照安尼来行的人。这是咱请陈牧师来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凡事偏偏有受气。好，谢谢施安长老，各位兄弟平安。我真实欢喜，会当看到咱正下的姊妹。是当头对面看的吼，毋是对迄个荧幕网络看的吼，真欢喜。咱这时要来亲近上帝话，来亲近上帝话进前，咱先当心祈祷。至圣阿爸爸上帝，这是大欢喜，阮会当有即款的稳定，承受即款的稳定，阮会当甲阮的所听的意爱的兄弟姊妹。三甲齐做伙，三甲斗阵来敬拜你。这无论是全世界，拢是做恶得到的稳定。为着这来大感谢你。这时阮要亲近你的话，求你的圣神帮咱亲身教示，互阮不只是明白，嘛有气力会当将所明白行做出来。下面，请你来带领，当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的经文是来到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第16节，12到16节哈。今日的经文一开始的这句，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这是基督徒你若有咧读圣经这一段经文非常熟这识的，毋过各位兄弟，咱若对希伯来书第1章安尼读落来，读到这是第4章12节的时阵，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讲，这段放伫遮是有一寡怪怪，它的文脉上是无顺的，就是讲，这突然间开忽然间讲一句话，讲较下面的解说所以我今日要提供大家兄弟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咱若注意读圣经，读这段希伯来书圣经，多好上个礼拜咱讲第2章上礼拜我们是讲希伯来书第2章，其实这段经文12节，第4章12节是接续歹势，快理别出来，是接续在第2章歹势搞第几？接续第2章的论述第2章第2章的论述。咱会记住我们在第2章的论述，其实第2章拢咧讲一件
重要的概念。这个作者要甲咱讲啥物？讲耶稣基督是咱的代表。啊，那耶稣基督要真做咱的代表，耶稣基督爱甲咱一模一样，真做人。啊，这个是整个第2章他的论述，伊的解说重点，就是讲，咱这罪人有耶稣基督做咱的代表的亲像，这个做法就是亲像本来阿东是正人类的代表，阿东若犯罪，就代表所有的人拢犯罪。所以即摆耶和华上帝有一个救赎的方法，就是搁找另外一个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伊若真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的代表，耶稣基督若赢过死亡，赢过罪，所以所有互耶稣基督代表的人，都拢赢过罪，赢过死亡。这个是第2章在讲的一个概念。所以第2章停伫对，最后一段是这么讲。第2章最后一段是讲，凡事伊着甲兄弟相同，迄个伊就是耶稣基督，通伫上帝的事最人民忠信的祭司头。这个耶稣基督要伫上帝的事顶面做迄个祭司头，来为着百姓的罪献挽回的祭。他在讲耶稣基督他要做的事情，他的功能。上尾一句要注意看，因为伊已经受苦来拄着刺，就会帮咱才会受刺的人。耶稣基督真做一个人，伊的性命是经过侪试炼试探，所以伊会当体谅咱遮的嘛是同款伫这个世上受着试探的人。请你在读最后2章上尾这段经文，你要注意到迄个祭司头。这个等一下我们到第14章会出现。祭司头啊，还有这个概念，耶稣是受苦拄着刺，爱帮咱遮受刺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遮了后，伊就去讲第3章，伊是去讲耶稣比摩西较悬。不要怀疑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第1章是讲耶稣比天使较悬。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面，耶稣比天使较悬。第3章伊咧讲耶稣比摩西较悬。伫这个上帝的管理内面，耶稣比摩西较悬。然后他就引用了诗篇第95篇第80到第11节去讲到一个安息的概念。所以第3章开始，这个作者拢规个咧讲安息，讲偌久，一直讲到第4章的11节，较讲煞都在讲安息的概念。我讲会感觉奇怪，就是讲伊咧讲安息的概念。讲了就咧讲迄句，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安怎会很不顺。所以中间这一段，其实这个作者是咧讲别项。今日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咱即马12节开始，这经文其实是接续伫第2章结束那里。第2章结束那里是什么？再讲一遍，再看一遍。第2章结束遐是咧讲啥？就是凡事伊就是基督，着甲兄弟相同，通伫上帝的事做人民忠信的祭司头，因为百姓的来为着百姓的罪献挽回祭，因为伊就是基督，因为伊已经受苦来拄着刺，就会帮咱才会受刺的人。这个就是接下来2章结束，这里就直接接今天的经文。那安尼，你得当了解伊是安怎要讲这啊？来解说这，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来。上帝的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的道是咧讲上帝的话语吗？如果是英文译本，英文的译本直接都翻成 word，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不过你若去读迄个约翰福音，你会知影约翰福音在讲到道的时阵，是咧讲耶稣基督。所以伫遮到底是咧讲上帝的话，还是咧讲耶稣基督？这个有争论可其实我咧看两个可能都有为什么你看伊的解说落去，你就知。伊讲上帝的道，我们这里把它当作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是活，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一切生命的剑比一切生命的剑较来。这里就有一点
翻译的无奈吼，什么意思？就是讲翻译吼，翻译是两个文化的文字在做转变，吼。你不只要把它的意思翻过来，你还要考虑它的文化啊！你会发现，各位兄弟，咱汉人呐，咧讲剑，汉人的剑几个刃？2刃才称剑嘛，对不？啊，那单刃咱讲啥？刀嘛，吼。所以伫咱汉人是安尼分的吼。那一边的就是刀，两边拢来叫做剑，这是汉人的文化。啊，不过那西方或者说西亚那边。伊唔是安尼讲诶，他们都称为什么 sword， 好，都是剑，都是刀，所以它才会分双面的剑跟单面的剑。好啊，可是翻过来你只好这样翻了哈，一切双面的剑比一切相明的剑，看来这叫废话。这底咱汉人的文化是不用这样讲的。不过伊要安尼讲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刀剑是这来的，哦，这来外来。来到吼，伊会甲今天这个怪怪的哈，它有多利？来到伊会甲魂、甲灵、骨节、甲骨髓、骨髓、骨节甲骨髓、骨节甲骨髓，会当甲刺入吼，肚入去啊，甲分开吼。其实讲这。你不要去想太多，你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灵甲魂本来是分袂开的，啊骨节甲骨髓嘛是不骨髓嘛是不分袂开的，这种分不开的东西，它都可以怎么样？拢会那个分开的东西，要表现讲伊这来的哈。第3个概念也是一样，伊会甲人的思念甲注意，会当监察，就是嘛，一样的概念，也是可以刺进去，然后分开哈。刚刚在这个思念跟注意，伊的希腊文其实是种同款一样的意思，都是心思，都是想法的意思。不过它这个主义，搁加一字，咱无翻出来就是心。好，刚刚在如果我们之前有跟我一起读过希伯来，迄个腓立比书第2章的时阵，有讲到讲，咱爱有耶稣基督的心最心，有无？咱爱有耶稣基督的心最心，我迄阵有解释讲，迄个心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心最心，迄个心什么意思？迄若咱汉人的文化，咱若用心这个的时阵，是咧表现感情的方面，对不？我们在讲心是比较感情的，可是希腊人不是，希腊人在讲的心吼，其实若用英文来讲，概念上成的就是 attitude， 态度啦，好，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讲。你的心思意念，甲你的态度，伊嘛是同款，甲你安那拄咧甲分开吼。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这来的，吼啊，所以伊遐尼来，所以，咱汉字的圣经是讲所创造伫伊的面前，就是万美显开显露出吼，伫心怀咱。面前这一段是我发现咱汉字本圣经翻译的最不好的一段，就是我常常咧甲大家介绍圣经的时阵，拢会甲咱讲，这个部分汉字本圣经翻的比较好，比和合本更好。可是这一段是我看过咱的汉字本圣经上无清楚的一段哈，它其实没有翻好，也没有翻齐哈。这段经文的希腊文的意思，咱用最简单的话甲恁讲，就是讲以这来，上帝话来到什么时阵？来到什么地步？来到所有的创造物、受造物，伫伊的面头前是无法度隐瞒的。这原本希腊文的意思好，这个他你就觉得他是谁？是上帝的话，还是上帝？你若安尼解释，你就发现这个他应该不要唔通解释这上帝的话，对不？解释这上帝较顺解释成基督会比较顺。好。所有的受造物伫伊的面头前无法度隐瞒，另外万物同款，这是一个对比同位，万物拢显明伫伊的面头前这个基督也是讲上帝面头前然后有一段那汉字不完全没有翻的，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位就是咱爱圣小孩，要甲咱圣小孩这位这里在希腊文是用关系子句下来。就是讲，迄位啦，伫伊的面头前无法度隐瞒
伫伊的面头前拢显现，目睭前拢显现出来，迄位那位是哪一位？他用关系子句说，迄位就是咱爱交账的，咱爱会甲咱算小的迄位。这里有一个希腊文学最水的所在，就是一开始是毋是讲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这来了上帝的道。这段经文上尾我们要交账的这个希腊原文是讲咱的道，一开始是讲 logos to theos，logos to theos， 这就是上帝的道。这上尾这个我们要交账这个希腊原文是讲 human logos， 是我们的道，他用这两个来做一个对比，上帝的道是很利的，然后我们的道是咱所讲的话，到时阵拢爱伫上帝面头前爱算小的，这是最惊吓的代志。伊安尼表现是最惊的代志，就是讲，咱所有人所做的代志、所讲的话，伫上帝面头前拢无法度隐瞒，而且是要交账的。各位小姐，你若听到安尼会惊袂？袂惊，会错袂？你若讲到这，你若知影这，其实咱是会惊吓的，我们是会害怕的，所以呢，才会有后面继续要讲的。伊讲，所以咱已经有大的祭司头，这个祭司头是上帝的囝耶稣，至于祭司头要创啥？咱的这个祭司头是体贴咱拢总的软弱，伊安那凡事平平受试，毋过伊无做。各位姐，我好多咧甲咱讲第2章结束的时阵，我有叫你去注意1号以下的祭司头无？有没有印象？就是连过来这里。跳过整个第3章跟第4章的第1节到第11节，直接第2章的结尾是跳到这里，第4章的12节，跳到这边，这样才会顺。就是讲，伊咧强调是讲，这位耶稣基督是咱的祭司头，徛伫上帝面头前，伫上帝咱中间的一个祭司头。因为伊真做人过。因为伊捌真做人，所以伊有法度体贴咱拢总的软弱，伊会当体贴所有人的软弱，尤其是伊凡事平平受试，伊嘛甲咱同款，拢同款，拢受试探，受试炼试探。毋过一个无同款的所在，伊安那？伊无做，各位这做一个解说，伊无做两个面相，耶稣无做是两个面相。回到我头讲的，是安怎咱这人是有罪，不只是咱犯罪哦。若有任何一个人讲我拢无犯罪，其实伊嘛是有罪，是安怎？因为是亚当这个人类的代表犯罪，因为伊代表所有的人类，所以所有的人类拢是罪人。这个是这样的概念旧约这样的概念。亚当这个人类的祖先伊犯罪，所以所有出自亚当的人拢是罪人。上帝的救赎的方法是去找另外一个代表，咱知影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代表的人，耶稣基督做啥物货，这个人嘛是得到啥物货。所以耶稣基督伊一定大家无罪，伊靠法度进行上帝这个救赎。所以耶稣基督毋是出自约瑟，毋是出自亚当的血脉，毋是。耶稣基督是圣神投胎，所以伊是真做一个无罪的人最开始。所以我说伊是无罪，是第一个层面是安尼。不过这个还没有无结束。第二个方面，这个耶稣伊活到伊顶是一个伊犹原无犯罪，这个才是重要的。就是讲一个无罪的耶稣，伊一世人无犯罪到死。所以，伊赢过罪，赢过死亡。伊的赢过罪，赢过死亡，毋才会当互所有伊代表的人嘛赢过罪，赢过死亡。这是上帝救赎的方法。伫遮讲这清楚，上帝救赎的方法。这个是整个从第2章到即马第4章12到16节咧讲的代志。毋过12到16节，除了后头我讲的时阵，伊要强调另外一个
概念。各位兄弟，咱已经是无罪的人对无？啊，内面啊，各位兄弟，耶稣基督宝血已经解决所有的人的罪，拢变做无罪啊！包括你进前的犯的罪，你即马犯的罪，甲你将来要犯的罪，拢去互耶稣基督宝血洗清啊，都解决了。各位兄弟，咱这人伫耶稣基督的面头前是无罪的人，你有相信无？你信不信？你知不知道？呀，各位兄弟，你知影你即马是无罪的人，你知影无？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看咱是无罪的人，咱是无罪的人，毋才有法度甲上帝结连。好，所以咱是无罪的人，咱有清楚无？有吼。所以咱拢袂犯罪对无？咱会犯罪袂啦？还是会啦，哈！所以这我们要搞清楚，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咱的地位是清气的人，是无罪的人，不是出自咱的行罪，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出自耶稣基督真做咱的代表。所以我们在咱伫上帝面头前是无罪的人，不过事实上，咱犹原是罪人，咱犹原是受试探、会跋倒、赢袂过、做软正做艰苦的人。希伯来书第4章这段经文要讲的，不只是要讲耶稣基督是咱的代表，伊要讲另外一个概念，最重要的是，这位耶稣，伊是会当体贴咱拢总的软弱，因为伊嘛捌真做人，甲咱一模一样。伊因为凡事平平受试，所以伊即马嘛会当体会咱即马才会受试的人，受到试探的人。无共款的说来，就是这个耶稣是无罪，咱是拢会跋倒的，咱是拢会有罪。你若要讲这段经文，其实你到家的煞，最后16节再念完就没事了。16节就是说，所以咱着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灵敏，也得到稳定，互这个耶稣基督做咱及时的帮助。刚才这段经文要讲的是啥物货？上帝都是责赖的啦，你无论做啥物代志，拢隐瞒袂过啦。会惊袂？做惊，毋过无要紧。有这位耶稣基督做咱的祭司头，有这位耶稣基督做咱及时的帮助。伊要讲的是这。毋过各位兄弟，那到家就煞了，伤可惜。为什么太可惜？咱若是一个心接这个稳定的人，如果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灵敏、的同理、的稳定，咱若是接受这款稳定的人，各位兄弟，咱是毋是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咱要安怎面对咱的兄弟姊妹，咱四周的称做基督徒的人？因为这个人嘛是会犯罪的人，是毋是？是毋是啊？这人跟咱同款是会犯罪的人，虽然拢称做是清气的，伫上帝面头前拢毋是罪人。不过我们都是会犯罪的人啊，但是毋是亲像耶稣基督有迄个同款的灵敏、同款的谅解、同款的同理甲体贴。咱知影咱的兄弟姊妹虽然是基督徒，虽然是圣徒，虽然是无罪的人，毋过犹原伫试探中会软弱、软正、跋倒，甚至徛袂起来。咱要安怎对待咱的兄弟姊妹？其实咱要学习的应该是学习耶稣基督对待咱的方法。我咧准备这段经文时阵，我就深深反省我家己，我是安怎看我四周的人做无好的基督徒、跋倒的基督徒、犯罪基督徒。有当时咱会受气责备，骂到互伊臭头，认为伊无资格做基督徒，无资格做牧师，无资格做一个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其实这是因为咱袂记住，我们忘了，咱遮的无罪的人，其实拢是罪人的本质。咱拢是软正的，咱拢是会跋倒的。所以我即马渐渐
看到我认为犯罪的基督徒，其实敢若伫我的心内，敢若是可怜人尔，敢若是艰苦人尔。迄阵较少年的时阵，时代迄种嫉恶如仇，迄种渐渐无去啊。因为搁较侪看到家己的软弱，嘛搁较侪看到家己的犯罪。搁较侪咱做清楚，咱所有的罪拢有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我们都已经是无罪的人了啊，所以是不是将来的罪也解决了？那可不可以再多犯一点罪？反正一样是什么？无罪的人嘛，对不？是不是啦？所以犯愈侪罪就愈赚到，对不？越战冒死啊！其实不是，各位兄弟，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哈。我们不只是基督徒，各种宗教拢有一款赎罪、赎罪的概念，有无？就是知影家己犯罪的人吼，啊，咱要互苦毒家己，要互家己受苦，啊，要互家己受到软弱哦，受苦受伤，啊，咱透过加一切的行罪，我们想要什么？赎罪，要赎罪，对不？可是咱想清楚，我们一切的作为，无法度赎我们的罪，咱是无法度赎我们的罪的。咱一切的作为，只是在干什么？各位兄弟，你知无？咱一切受苦、苦度家己，这一切的作为是咧创啥？你知无？耶稣基督洗清这人的罪，啊，毋过去思考一个问题，各位兄弟，咱若做任何代志，也是犯罪，包括犯罪，咱所做的一切会带出一款结果，会有结果的，会有后续的代价的。就是你若犯罪，你就有犯罪的结果；你若做任何代志，就有迄个代志所做的结果出来。耶稣基督的宝血甲咱的罪洗清，无代表这个结果嘛去互消除去啊。所以，咱若伫犯罪了后，咱伫受苦，伫苦毒家己，咱伫承受这一切痛苦，其实毋是伫赎罪，是伫承受迄个犯罪了后的迄个结果。我们承受犯罪以后的结果，没有办法赎罪。咱的赎罪是对耶稣基督的宝血，一个无罪的人来背负咱的罪，啊，替咱付出伊性命的代价。我们的罪，咱的罪，确实因为安尼去互消除去。任何一个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无论伊的表现再好，都不会让他成为无罪的人，他仍然是罪人。你说，陈牧师，可是他可以假释啊？你假释，你还是罪人。而且，各位兄弟，这个罪犯之所以可以假释，是因为有假释的制度，这个是外来的，不是伫监狱内面所做的。就是讲有假释的制度，这个犯人靠有可能去有假释，因为好的行为去有假释，不是因为单单干那因为伊伫家甲内面的好表现，伊会真做无罪的人，伊会当出去，不是，都不是内部自己做的，都得为外靠外来的力量，就甲咱即摆共款情形共款，咱是罪人，咱无法度做任何的代志赎咱的罪。是爱借着外口的力量，耶稣基督的力量，咱较有法度真做无罪的人。啊，毋过各位兄弟，无罪的人无代表咱无犯罪，无代表咱袂阁犯罪，无代表咱毋是这个罪人的本质。所以基督徒，各位兄弟，我只爱向你姊妹，咱上所犯的错误，就是咱掠做咱是圣洁的基督徒，咱掠做咱所有的罪，拢去互耶稣基督解决啊。了后，咱就目睭天作金，开始咧看咱
四周的人的犯罪，开始咧指责咱四周的人的错误，开始咧攻击，开始咧孤立，开始咧隔离，因为这些人拢罪人，这些人拢犯罪。为啥这我们没有看到？今日的经文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伊是甲咱同款的，伊清楚咱的软正，伊知影咱的软弱，伊甲咱同款平平受试探，所以也当完全同理咱的情形。伊用伊的性命来接纳咱这人，互咱伫上帝面头前，真做一个无罪的人的身份甲地位。伊所行做，伊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是要帮助咱这的罪人的生活的性命，愈来愈亲像一个无罪的人，好让我们生命的本质会当去符合咱这个性命的地位，无罪的人的地位。为啥这？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无论你是讲第2章，还是讲第4章的这段经文，敢若读到耶稣基督甲咱平平，耶稣基督会当体谅咱的罪，耶稣基督是甲咱同款受试探，咱个伊赢过，敢若读到这，搁像这伤过可笑，太可惜了。咱应该是读到这，搁颠倒活过来看咱家己。因为咱是称做基督徒的人，咱是讲咱家己是耶稣基督跟对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若安尼做，若安尼会当体谅咱的罪恶，会当体谅咱的软正，会当同理我们是个罪人的时阵，更像这咱是不是会当稍微学习一下，用耶稣基督对待咱的方法？的款式，来对待咱四周围，咱称做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唔通真做一个伤过圣洁的基督徒，开始在看轻咱周围的兄弟姊妹。其实咱拢同款是罪人，咱拢同款，尤其是受到恩典的罪人。所以，当咱每一届拿来笑念耶稣是咱的这时头，笑念伊会当体贴咱拢总的软弱，笑念这位耶稣伊凡事平平有受试，咱就爱看咱家己，一届提醒咱家己，是毋是咱嘛要同款去体贴咱兄弟姊妹的软弱？咱是毋是因为咱的兄弟姊妹同款平平有受试，咱有迄个同理心，咱会当知影，其实因为安尼，咱有当时也嘛会安尼。这个在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叫做打脸。有没有发现？有当时咱每一个人每个这顺这痛，每了过工咱做同款的代志，好，这就是打脸。现在的打脸王应该是柯文哲，啊，打脸啊。不过吼，咱做同款的错误的打脸，较容易发现。咱去做无同款的罪的错误，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就是讲，咱即马在指责啊，这个人贪财啦，这个人安尼权势啊，那每个这大声啊，结果你自己犯的不是这个，你是犯的另外别的。我们就不会发现，就不容易看见。更像这是因为咱无法度去认捌，咱是罪人的本质。你以为贪财、争权夺利罪较重吗？比你做的这罪较轻吗？不会啦，拢同款会互咱甲上帝的关系脱离啊。所以更像伫这段经文，搁一摆提起，当咱清楚知影耶稣是咱的这石头，
伊会当体贴咱拢总的软弱，伊凡事平平有受持的时阵，咱就爱去学习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咱嘛爱安尼来体贴咱四周围的兄弟姊妹，来知影因的软弱甲咱共款，因的犯罪甲咱共款，无一定共款的罪，无一定共款的事，啊，毋过兄姐是共款的跋倒。是共款的软者，是共款的需要人体谅。毋望咱的使用群体是愿意安尼来学习耶稣基督。虽然做袂到，各位兄姐，我跟你讲，这做困难。虽然做袂到，毋过咱愿意，求上帝纪念咱的愿意，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阮伫遮欢喜感谢，阮是受恩典的人。阮有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模样，成做阮的模范。有即个愿意体贴人的软者软弱的耶稣基督，有即个会当同理阮的成做罪人的这位耶稣基督。啊嘛，伊做出一个水的模样是，伊虽然甲阮共款受气，甲阮知影共款知影有人的软弱。软者，毋过伊无犯罪，所以阿爸爸，互阮遮个犯罪的人，至少阮愿意有即个气力，无搁犯同款的罪，通悔改，通对阮即摆的错误徛出来。虽然困难，啊，毋过有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模样，有圣神成做阮的帮衬。有你的恩典甲阮伫地，阮愿意安尼来行，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牧师的正道。这是咱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圣诗第184首。会掌声起立。上帝天堂那会遐大，我喜喜乐我，见我白白受过的路，我个一个。因为我知我能来叫做那欠缺我可为天的保守，为保守所教导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耶稣恩典那为阿去。就我的我心来，因为对心情更好的，心为平安主宰。因为我在属心的叫做，那为何我可为天的保守。为保守所教导伊的，为保守的高一日，星星感动呀你下看，我亲在归心，星宿好运心手感化。奇妙我心经历，因为我在我心的叫做，我亲像我可为天的保守，为保守所教的罪业，为保守的高一日。叫
星星扫一天，是星之冠之大，尊贵严更严阿摩天，阿罗一秒无算，因为我在你心的叫做，那念念我过，那为贴不朽，为保守所高头伊的，为保守的高伊日。会众请坐，这是来奉献。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每一个人原本拢是有罪的，但是你互无罪的耶稣来洗清阮的罪，为阮死，为阮搁活。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典甲疼，将阮的性命搁一摆交互你。你知阮每一个人的软弱，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会用好胆就近你。你要做阮一时的帮赞，互阮有信心回应你的疼。有气力，勇敢活出真正疼人、疼这个土地的性命。但我们用奉献来回应你，恳求你的圣神充满甲保守。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吼，咱来掀开周报。第三页吼，消息报告。第一项，咱教会即马开始实体礼拜吼，就是台语礼拜，早是吼9点，9点加11点，有一场拢总有2场的台语礼拜，下晡点半是华语礼拜，吼咱即马游玩吼，拢是照这个实名制啦吼。若是当然啦，这经过9月12号到即马吼，就是大约大部分的兄弟吼，拢是你第一场、第二场吼，拢大部分拢有一个就是讲时间上吼，大约拢差不多。但是若有改变吼，一定爱甲牧师甲咱英语主任来讲安尼会当互咱的每一场的礼拜人数会当得到控制安尼吼。第二项资讯做报告吼，即马就是咱11点就是即场即马的礼拜，到下晡的点半的礼拜咱拢有直播的同工真辛苦。咱有透过这个直播，互咱袂当来甲咱中间的兄弟，会当伫厝的透过直播来甲咱三甲做伙来做礼拜。
第三，咱就是讲有一个，咱有一个固定教会吼，古亭教会之歌啦吼，迄杨教授替咱做一寡所以咱即摆咱要做一个 MV 啦，就是讲你差不多录音录影差不多10秒钟啦，比如讲我甲王长老做伙做一寡动作10秒钟我甲王长老迄款的动作伊就会使后置伫迄个固定教会之歌内底安尼且大家若是讲你厝的人做伙，也是讲你甲你的朋友会当10秒钟的video 录影安尼真趣味互咱固定教会之歌会互大家拢伫参与伫内底这甲大家报告。第四项，咱迄个爸爸节礼物咱迄款的喙安已经拢发了，若有未摕到爸爸会使甲英语干迄款的主任来摕喙安这喙安真好即届买迄款的喙安真我这就是迄款的叫做蓝色的蓝色的佫有乌色的未摕到爸爸请甲英语主任来领第五项中央敬老节咱65岁应该是即个拜四啦是敬老节所以咱教会提供全年的礼券300块等下咱礼拜结束迄款的伫遐迄款的要结束的时要离开的时甲英语主任来领咱有下面有即个65岁迄款的名单65岁名单请大家来参考若有漏交的无要紧你嘛甲英语主任讲咱拢会使领即个敬老迄款的礼物以上报告下面公道时间咱请牧师。咱今日进前先来介绍几位新朋友第一位叶维廉，底下黄维廉黄我姓叶，叶字写太丑，不好意思。叶维廉，歹势，甲你写毋对哪会使话你甲阮做几句介绍一下？我大学在真理堂聚会，然后因为就是来拜访那个牧师，所以今天来聚会这样子。请教牧师一些问题。好，欢迎维廉。第一次用台语聚会，就有听没有很懂对，谢谢。那会讲一点那是因为我台语的关系。谢谢维廉。很欢迎维廉另外一位吴婉如姐妹。我是子云，在安和教会的姐妹，那跟她5个多月没见了，想说今天就来这边聚会，跟她这边。好，欢迎，好，难得的机会认识您，谢谢。另外几位其实他早9点有来蔡冰阳弟兄。大家平安，我来自台中清水长老教会，谢谢。好，冰阳是师大1年级的学生以及清水教会基本上都住在师大的宿舍，咱大家好好照顾好，还有来，我先考博士来个甲咱。对冰阳是今年来台北读册，透早已经有甲学青的干部有小酒问安尼，咱未来若看到伊嘛是会当多多欢迎我今仔来小介绍咱久无看的老朋友我先介绍你好因为你在第一位洪医生洪杨边都乐真欢迎在这边会当看到大家真欢喜
好啦，来报平安安尼吼。啊，佮有咱足久无看的西用长乐甲迄佩珊吼，长乐。好。好，即马我们台北捷运要靠他了吼，所以咱嘛爱甲伊伊的体力吼，甲伊的精神吼，也甲因祝福吼。佩珊嘛。伫病院嘛，足辛苦吼，今日足欢喜看到因哈。妈妈透早有来做第一场的礼拜安尼吼。好，我们很有许久未见的那个庆龄弟兄跟那个静芳姐妹。庆龄跟静芳。因为因查某囝吼，即马大2，伫迄中兴大学，阮是学青团契的时阵吼，逐礼拜拢会看到查某囝的。真欢喜吼！今日爸爸妈妈嘛个回来到实体吼，大家会当安尼小酒问下，真欢喜吼。好，凯文执事吼，就是我们也是很想念吼，那大家也欢迎吼，我们在实体礼拜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见面。然后最后一位英丽姐，很开心英丽姐终于哈。松大也许久未见哈，所以今天看到英丽姐哈很开心。好，谢谢许木吼，刚才有许木名拢叫得出来吼，嘿啦。好，咱要当心来祈祷吼，咱当心来祈祷。之前我白小弟，阮真正是欢喜伫这个疫情威胁内面，阮悠然会当甲阮心爱志疼的兄弟姊妹会当相合做伙来敬拜你，我嘛特别来纪念无法度甲阮做伙的兄弟，无论是啥物款的原因，无法度出现的兄弟，求你大大的帮赞甲因相合做伙，尤其是甲身体有病痛、心无平安的兄弟，求你赏赐对天顶下的平安福气，互因知无论是啥物款的境遇，你甲因伫地。爸爸不只是你甲因伫地，你嘛要互阮遮的兄弟知影，阮兄弟姊妹伫主的疼面，拢嘛相合扶持。阮愿意彼此相疼、相合扶持，互相照顾。虽然有当时阮软者，有当时阮笨蛋，有当时阮做无够，毋过爸爸伫你的结能内面，阮真正愿意通安尼来做。所以要甲这个古典教会放伫你的手中，你来引带，嘛要甲阮所徛起的台湾土地、台湾岛屿母亲，嘛放伫你的手中。你要互这个岛屿顶面的人亲身经验到你的稳定甲疼，透过阮遮的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行做，来明白你。嘛特别为着全世界所有即届受到这个病毒的威胁会伤害的人，甲因厝邻的人来你恳求你的怜悯、医治甲平安。即届大大的威胁，互阮众人拢有新的对生命的看法，对阮生活的反省，对阮甲阮四周的人关系。定心的定义，求你的帮助，阮会当借着这款的机会来长大。虽然有当时感觉袂堪入，有当时感觉足痛苦，毋过知你甲阮伫地，保守阮众人拢有健康的身体、平安的心性，互阮拢心存善良，行做公义。当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们来唱圣诗第391首。圣诗第391首《俄勒天顶主宰》，请咱拢起立。俄勒天顶主宰，从这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的菩提的当心俄勒兄弟，俄勒三位一体白行诚信。
恁着知着清楚，恁拢是满满领受恩典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恁的罪，伫世上就活出上帝百姓应该有水的性命甲款式。虽然恶伫做，虽然幽怨跋倒，虽然常常赢袂过遐个试探，毋过知信心甲你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诚做你的气力，也上帝的同在诚做你的保护。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保守，充满灵敏交通，甲恁三甲伫地，尤其是要甲身体欠安、心无平安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角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袂倒，咱要听好音乐结束甲起身。咱11点礼拜到这，请咱大家拢好好保护家己，照顾咱四周的人，平安。好，请咱满65岁兄弟姊妹，咱会当伫招待到顶遮来领礼券吼。等者主任英语主任吼会伫遮，请咱遮来登记领取，多谢。